之前3集講咗壬子貴丑庚寅甲卯月，今集繼續。呢個係九運坐戌向神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7號放到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7號向左係順飛嘅，順飛係冇成門，所以左邊係冇成門嘅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4號放到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4號向左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成門啦。飛咗4格，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飛咗去離九宮，因為離宮嘅元旦星9號同向宮嘅元旦星4號合成河圖生成數4、9為酉，所以就係正成門啦。向左成門係喺丙嘅位置。呢個係九運坐乾向巽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7號放到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7號向中係逆飛嘅，飛就有成門啦。飛咗7格，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飛咗去震三宮，因為震三宮嘅元旦星3號同向宮嘅元旦星4號唔可以合成，河圖生成數4、9為酉，所以係副成門。向中成門喺卯嘅位置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4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4號向中係順飛嘅，順飛係冇成門，所以右邊係冇成門嘅。呢個係九運坐害向字。坐害向字係同坐乾向巽嘅飛星號碼係相同嘅，只不過坐乾向巽係向中，而坐害向字係向右。向右成門係喺月嘅位置。呢個係羅庚方向度。呢個係三元九運嘅可用成門。今集講完啦，請繼續收睇下一集。好多謝你嘅收睇，拜拜。